5年級加0 Unit 1 What do you do? Preposition 句子解讀。第一句 Find out more about the jobs。 Find out 嘅意思係話尋找、找出咁解。成句嘅意思係話找出多一啲同工作有關嘅事。第二句 After school。 After 嘅意思係話之後或者後面。成句嘅意思係話放學之後。第三句 In America。 In 本身嘅意思係話在裡面咁解。成句嘅意思係話喺美國。第四句 In their photos。 In 本身嘅意思係話在裡面。整句嘅句子嘅意思係話喺相片中。第五句 In a studio。 In 本身嘅意思係喺裡面。整句意思係話喺錄音室裡面。第六句 On a plane。 On 本身嘅意思係話在上面，而整句句子嘅意思係話你搭緊飛機喺飛機嘅上面。第七句 With many people。 With 嘅意思係話一起、連同咁解。整句意思係話同好多人一齊。第八句 Between America and Japan。 Between 本身嘅意思係話兩樣嘢嘅中間。成句意思係話喺美國同日本之間。第九句 From our shop。 From 嘅意思係話由呢度開始或者從呢度開始。整句意思係話從我哋嘅店鋪裡面。第十句 Afraid of her。 Afraid of 即係話害怕。成句嘅意思係話好驚佢，好驚嗰個女人。第十一句 Take photo of them。 Of 嘅意思係話屬於或者的。整句嘅意思係話幫佢哋拍照片。第十二句 At the entrance。 At 嘅意思係在，係說明喺邊一笪準確嘅地方嘅。整句嘅意思係話喺入口嗰度。